你以為自己好健康，但可能一個隱形殺手已經潛伏喺你身體入邊，隨時準備偷走你嘅健康，甚至性命。每日全香港有超過2500人因為佢而入院，而你可能就係下一個。大家唔使驚，頭先只係想嚇下你哋。不過我哋今日要講嘅隱形殺手就係高血壓。好多人以為高血壓係老人家專利，但其實佢已經慢慢年輕化。根據香港衛生署嘅資料，每10個香港人就有3個有高血壓。你話驚唔驚？咁點先算高血壓呢？唔係你同人嘈交，面紅耳熱嗰陣就叫高血壓㗎。我哋要睇嘅係上壓同下壓。根據2025年美國心臟協會 AHA 最新指引，當你喺屋企靜止狀態下，持續幾次量度到血壓，上壓高過135 mmHg， 下壓高過85 mmHg， 咁你就要小心啦。最恐怖嘅係90%以上嘅高血壓患者係完全冇病徵嘅，冇頭暈，冇心悸，乜都冇，所以佢先叫做隱形殺手。你可能日日帶住個計時炸彈，返工放工都唔知。你可能會話冇病徵，唔使理啦。少年，你太年輕啦。長期嘅高血壓會慢慢破壞你全身嘅血管，就好似水管長期受壓會生鏽同變脆一樣。結果係點？中風、心臟病、腎衰竭，甚至失明，樣樣都係可以攞你命嘅大病。特別係老人家，仲有一個好易忽略嘅問題，就係姿勢性低血壓，起身太快會頭暈眼花，好易跌親。香港醫院管理局嘅數據話我哋知，大約20%長者都有呢個問題。而根據國際權威醫學期刊 JAMA 喺2023年發表嘅一篇研究，姿勢性低血壓會顯著增加長者跌倒同骨折嘅風險。講到咁恐怖，係咪要即刻食藥？好多人對血壓藥都有迷思，最常見嘅就係一食就要食一世，同埋食藥會唔會傷腎？首先，一食就要食一世，呢個講法唔完全啱。如果你可以透過改善生活習慣，例如做運動、減鹽減油，成功將血壓維持喺理想水平，醫生係會考慮幫你減藥，甚至停藥。不過你千祈唔可以自己做決定。根據一份喺研究生醫學期刊發表嘅綜述研究，突然停藥會引發反跳性高血壓，血壓隨時升得仲高過以前，仲危險。至於傷腎，其實調翻轉，長期高血壓先係最傷腎嘅元兇之一。反而好多新款嘅血壓藥，例如 ARB 類藥物，已經被大量研究證實有保護腎臟嘅作用。就好似中國著名心血管專家郭君波院士，佢哋團隊嘅研究都指出，有效控制血壓先係保護心、腦、腎嘅關鍵。藥物係最後防線，喺要食藥之前，我哋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。記住呢個口訣 SALT。S 就係 sodium， 鈉即係鹽分，每日唔好超過5克鹽，大概1茶匙。罐頭、加工肉類全部都係高鈉陷阱。A 就係 alcohol， 酒精，飲少啲啦。男士每日唔好超過2份酒精，女士1份就夠。L 就係 lifestyle， 生活習慣，每星期最少做150分鐘中等強度運動，好似急步行、游水。仲有唔該早啲瞓，唔好再碌手機碌到2、3點啦。最後 T 就係 ton， 體重，即係減磅。有研究證實，每減1公斤，你嘅上壓就可以降低1 mmHg， 減10公斤就等於食咗1粒輕劑量嘅血壓藥。高血壓雖然可怕，但佢係可防可控嘅。最重要係你要了解自己嘅身體，定期量血壓，唔好再做冇病徵就等於冇病嘅鴕鳥。由今日開始，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踏出第一步。如果你覺得今日條片幫到你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咩問題想問，下面留言話我哋知。我哋下集再見。